易優，今日12月7號同大家分享就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嘅。咁啊，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啦。咁啊，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咧就係11月30號嚇，咁啊當時嘅分析就提過啦嚇，咁恒指咧就個數浪咧就係今年嘅10月2號咧就完成一個3嘅一浪啦，大3嘅一浪之後2浪嘅調整，咁2浪調整初步睇咧就可以一個咁嘅 WSY 分嘅浪嘅調整浪嘅結構。WSY 下我呢度清晰啲啦嚇，用呢度啦嚇。咁 W 浪咧就係10月17啦，跟住 X 浪咧就11月13，跟住Y 浪啦，咁而 Y 亦都有 A、B、C 咁樣啦。咁呢個係初步嘅睇法嚇，咁但係咧就要穿咗下邊先係確認得到啦，即係起碼要再穿25,200啦，25,200，即係呢條藍色嘅支持線先至確認嘅。咁我哋上條影片已經提咗啦，咁呢度有一個阻力區嘅嚇，就大概26,200左右嘅。咁呢個啱啱係反彈到呢啲位啦。咁亦都提過啦嚇，咁因為有一個支持位啦，咁即係喺 VIP 群都提過有個支持位，咁所以咧就亦都可以再反彈嘅。咁我哋等陣再分析啦。咁而家再先回顧下一個VIP 群啦。咁VIP 群我哋睇就係12月4號嘅。12月4號，咁睇下佢係點樣講啦嚇，咁當時就亦都講得幾清楚下㗎啦。今日係有啲反彈嘅嚇，但係個反彈力度唔係好大。早市曾經係試呢個支持位嘅嚇，走得住25,700，咁呢度已經講咗啦，25,700。早市去到25,600幾，咁但係小市又冇收穿嘅，小市而家25,740。之後一個反彈啦，中午亦都提過嘅阻力位26,000左右嘅，咁就啱到咗㗎啦嚇，就25,990最高嚇，咁啱26,000。睇下可唔可以突破先，突破嘅話咪再上多次26,200咯。其實就都係一個區間嘅啫嘛，即係話係25,700至26,200呢500點嘅區間。睇會唔會突破嘅啫。因為如果佢上唔到咧，即係上唔到26,000之上咧，小心就彈完就再插落嚟㗎啦。因為就呢度亦都即係比較上面係比較大阻力啦。呢個第一個阻力過唔到，即係比較弱㗎啦。咁所以如果過唔到，再落嚟一穿25,700咧，咁就反方向下試25,200㗎啦，即係呢度嘅支持位㗎啦。但係25,200如果再穿就當然就會試24,300啦。呢個就比較 WSY 嘅 C 就開始行緊㗎啦。呢個就恒指啦。咁喺4號晚 VIP 群嘅提到啦嚇，即係反彈過唔到嗰個26,200啦，咁只係有回落，咁但係回落咧，咁亦都有支持嘅喎。即係20,000，呢個係25,200先嚇，25,700嚇，呢個25,700嘅。25,700就好早畫咗㗎啦嚇，即係2號、3號已經畫咗㗎啦，應該係畫咗呢條線，咁就小時就冇收穿嘅，就好明顯冇收穿嘅，影線穿咗，但係小時收咧就冇收穿嘅嚇，呢個講得好清楚嘅。當時喺 VIP 群，反彈，第一個阻力位26,000啦，個突破就可以到啦，再試26,200啦。即係而家就變咗一個區間反覆，由25,700至26,200。
咁啊星期五咧就再試啊，差唔多去到26,100幾咁接近個阻力區間啦。咁而家就咩情況啦？咁樣我哋再睇翻月線圖先啦。咁月線圖都係個大嘅數路法咧，都基本不變嘅，都係2018年1月29高位33480開始一個大型下跌浪 ABCDE 啦。咁就喺24年嘅1月20幾號就完咗㗎啦形成一個雙底高低腳即係接近雙底啦。之後就突破頸線22,900一個雙底頸線突破22,900，咁就所以就即係比較暫時嚟講就相對就會反覆向上嘅因為突破嘅話，咁量度升幅都去到3,100嘅啦。咁呢個都係好早已經講咗啦，即係突破咗就已經講咗啦，即係5月份即係今年5月份半年前已經講咗啦。咁就之後咧就個數法就唔同咗啦咁從24年1月20幾號開始到今年嘅3月中咧就係一個大括弧1啦。咁之後括弧2嘅調整就喺4月7號完咗咁之後括弧3啦。咁括弧3嘅一浪括弧3嘅一浪就話講咗啦就係10月2號咁之後括弧3嘅二浪嘅調整啦。咁呢度關鍵啦。咁係咪已經完咗，還是再落一次咧？又睇呢個位㗎啦，睇下可唔可以突破26,300我預鬆少少，因為呢度有個影線26330啦，即係話如果日線收喺26330之上咧，咁就個二浪可能完咗咯喎，即係喺即係話喺11月21號完咗咯喎，係有機會講緊 ABC 完咗，因為如果佢突破嘅話，突破嘅話26330咧就有機會出現底信號，咁變咗就完咗個二浪，跟住開始3。咁另一個因素點解話會考慮完咗咧？因為之前嗰個水星逆行咧就已經完結咗喺今個月初完，即係12月初已經完結咗。咁所以即係話嗰個調整咧係有機會係完嘅當然有機會。咁技術上我都係需要佢突破呢個位先得。如果突破唔到，真係會落多次。咁落多次去翻25,700都得唔穿呢個亦得即係話佢再落一次呢條支持線。25,200唔係25,700而家係25,700就係小時嘅支持嘅25,700日線咧就一穿就會到25,200咁落多次亦都得咁所以關鍵就大家可唔可以突破啦？突破26,330啦，跟住呢度嘅支持位會唔會穿因為而家都係個區間反覆嘛。即係如果佢又收穿25,700小時收穿都已經係確認嘅啦，我覺得小時收穿25,700就會反覆落翻25,200嘅啦。咁呢度會咁睇，咁所以關鍵就睇呢兩個位啦。咁突破嚟判斷佢咩浪即係所以我個數浪法咧就唔係話太主觀嘅。總之突破。因為突破嘅話咧，就會係令到個形態改變咗啦即係亦都有機會出見底信號嘅時候咧，咁就可以係提前預期係嗰個二浪完咗啦，還是係再落多次啦咁呢個咁之前寫個波浪底係7號，用7號係星期日嚟個睇錯咗咁應該係即係變咗都聽日先行。咁又係關鍵啦。咁因為聽日波浪跌第二日，咁會唔會喺呢度見咗頂咧？咁樣咁俾咗出咗頂，跟住落翻嚟咧咁呢個亦都要留意，係另一個因素啦咁呢度我哋再睇啦咁
期指亦都就冇咩啟示嘅嚇，星期五晚嗰個期貨咧就變動不大，咁所以就冇咩啟示。但係期指咧就有一個阻力線嘅，即係必須要突破啊！但期指嘅阻力線就唔係個裂口啦嚇，咁啊亦都係個阻力線由26,300幾嘅，又係嚇，即係要突破呢個阻力線先得。咁啊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